请你斟酌听嘿。我希望各位咱的连友，各位各地方的这信众，你听到这张，你是真有福气的，因为内容对咱每一个人的人心有足大的帮助。各位，一个社知社见，殊事理非啦，使人会沉沦啊，使人沉沦。邪知邪见，似是而非，会使人沉沦，一定个坠落，开始黑暗。开始痛苦，开始忧伤就对，真忧郁，真悲伤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社知社见，看法偏去啊，看法偏差。伊的想法敢若亲像对啊，但实际上是唔对。各位看起来是敢若亲像正确，但是全部拢是错误的。各位这似是而非。有一个法师去病房啊，有一个信徒呢当病。啊啦有一个人就去甲讲啊，你紧来念佛，好好忏悔，安尼你业才会消。结果讲煞迄个人就念吼，迄个患者直念，然后后来毋知啥人讲，佫带一个法师入去，佫甲伊讲啊，你无资格念这啦，因为内底义公义薄，甲真济高分足济，你若念伊拢会活来安尼啦。所以你吼即声愈念吼，你愈食力啦。病吼愈严重就对，安尼，各位，安尼咁讲，各位，啊，佛祖明明甲你讲，你所有的业是哪？因为你心创造出来，这么现前啊，已经成熟，所以你今日念佛靠着这名号，这无量的功德，会当解开你的业力嘛？你一定爱解嘛？各位对不对？你完全这组更加需要要听这个佛号嘛？对不？啊，这西方的古文拢是需要。你若念出来讲，对于真有帮助。哪里会使安尼颠倒变安尼讲？这社知社见啊，各位对不对？你佛祖安怎交代，咱就安怎讲，安怎做，敢是爱安尼？安尼颠倒，各位。较早有一个冤鬼啊，较早一个冤鬼，各位知无？有一只狗啊，来到这间冤鬼厝安尼，当伊知影规矩呢，各位知影规矩。头前脚入去，后脚唔敢踏入去河顶啊！安尼一脚伫个头前，一脚伫外口哦，安尼，然后就背，汪，安尼背，意思是讲我来啊啦，希望甲你化缘吼，一点仔互我食呢，伊腹肚真枵，迄只狗啊真枵就对安尼，但是按伊狗啊真有礼貌，真守规矩，唔敢直接就甲装因内底。唔敢，结果伊人按照狗啊内底这人的要求的制度，各位一脚伫内底，一脚伫外口，身躯一半伫内底，一半伫外口，你看，安尼有礼貌啊无？哦，真有礼貌了吼！嘿，我无甲伊扰乱哦，吼，啊无甲伊搅吵哦，我只是吼要来甲化缘，偷一点仔物件呢。结果这个冤鬼啊，真讨厌这狗啊，佮举一个棍啊，叫人就甲赶走甲拍呢，回走。哎呀，尾啊后来无偌久，冤鬼啊死，这只狗啊嘛死，去到阎罗地府，迄狗啊真唔甘愿。当初时有一天，我去因兜要化缘的时阵，这个冤鬼啊，甲我拍，我照规矩来哦，我唔敢讲故意无故去共侵占人哦，唔敢。但是为什么伊敢拍我？伊不但无物件互我食，佫甲我拍我真生气安尼！我一定要讨一个吼，喊我一个公道啦，喊我一个公道。结果阎罗王就听，有理啊，有理啊！你只狗啊讲安尼申诉真有道理。好，无要紧，冤鬼，你有什么意见啊？你有什么意见？伊讲，我迄工都无顾安尼，吼，对伊安尼无什么情感，我唔对。吼唔对，问迄只狗啊，阎罗王哦，你要安怎甲处罚？你讲，迄狗啊讲，真简单，要罚你，阎罗王你才罚你，互伊这个顶出事的时阵，互伊上好嘅人，好嘅人就对。阎罗王讲，你当是讲对啊唔对？狗啊，你互伊出事做好嘅人，这好嘅人是受伊嘅甲奖励咧，哈？哪里是该处罚啦？不是处罚啦！一只狗啊，都马上都发表意见，
阎王，你唔知啊？我吼前世嘛是好野人啊，因为我是好野人，我真健谈，我袂晓报施，袂晓有迄个体贴的心，看人拢无目的，讲话声少，真歹，拢欺负人，所以我这世果报出世做狗啊，今仔日我伫受苦是这个原因。怎么那个这个冤鬼啊，互伊有钱，伊嘛甲我同款，有一天会出世做狗了咧。有钱，但是看人无目的就对了。各位，唔知影要报施，唔知影甲人结缘，唔知影去尊重、发挥爱心，袂晓了。所以互出世做有好嘅人就好啦。后摆甲我同款，拢做狗啊啦。各位安尼，阎王讲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好啦，但你都安尼建议，迄个冤鬼啊，无话讲，可以出世做好嘅人，各位在座各位下地下见，对不对？下地下见，各位看起来敢若对，啊，实际上是唔对的，各位是唔对的，各位。咱会使一般众生来讲，这使人的使众生沉沦啊，开始坠落，开始受苦，这个状况哦，各位你会知影。各位知影，正知正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，知是了解，正见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。你了解啊，个看法个端正，各位，这个人各位会当明心见性。什么叫做明心啊？你要明白啊，明白这个世间拢是你心创造啊，一切为心做，是你心所创造出来。你若要爱别人甲你尊重，你先尊重别人，你的心先尊重。你若爱别人来爱护你，你先爱护别人，疼惜别人。各位，安尼，你这个心，你要运道开通无？你要安尼会当安尼一切所求吉祥如意无？你的心，各位爱端正，莫偏差去哦。各位，这明心，你明白讲这个心是帮助你人生道路到底各位光明还是黑暗？拢是你心所创造出来物件，是你的心、你的观念就对。见性，你看到你的本性，安怎会当明心见性？什么叫做见性？才做够。你的本性是未增加、未减少的。本性就是咱的灵魂的意识，各位，灵魂的意识。你看，有一个各位老长老、老长老，各位，伊是这个叫做婆罗门呢，这个老长老就对。有一天行路，啊，看到佛祖啊，就佛祖看到伊时讲：哎呀，你这个人吼，安尼，你即马是几岁？伊讲我即马60外啦，60几岁。你捌去仙河拜拜无？捌啦。较早阮爸爸妈妈时阵，互我4、5岁的时阵，伊就带我去啊，去看迄个仙河啊咧。难得！即马你60几岁，即阵啊敢捌去过？伊讲捌啦，我嘛有去咧，我嘛有去看过。你4、5岁的时阵看到的仙河，甲即马60几岁看到的仙河，你印象敢有增加有减少？无啊！我4、5岁先看到的情况，甲这当初啊，我即马60几啊，我有迄个感觉，知影讲啊，我要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拢未颠倒就对。有作者甲讲，你看，你虽然皮肤会摇啊，皮肤会摇，各位身体会坎坷欠安，你会增加体力会衰弱，但是你看到迄个本性拢无减少。4、5岁看到的，甲你现在60几岁看到，完全一模一样啦。所以咱的本性未去减少啊，不生不灭啦，各位未动摇的啊，各位对唔对？迄个婆罗门啊，迄长老听到啊，对，安尼，各位伊就决心，我要出家修行，各位，尾后来直直修持变阿罗汉。在座各位。咱的本性灵魂是未起觉的，未动摇的，未增加，阁未减少，未损害，是清净光明的。这都是见性。你看到你的本性，你的灵魂的意识，
哦，拢未起觉到就未损害。哇！你明白你这个心，啊，佮起到你的本性，使人自在，什么拢看会开，什么拢放下下，无需要计较，无去增加负担，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过日子过，对不对啊？听有啊无？听有吗？啊，你今仔日来到价值啦咯。今仔日你来到价值啦，原来咱的灵魂是轻松是活泼的，轻松是足轻松的，足活泼的，拢无亏欠，唔免讲像人啊，直直贪，直直贪，直直贪，你贪最后带袂走，也毋是你的啊。所以，咱是因为你心本来就具足一切啊，具足啦，已经圆满了，就已经把定啊，无需要这外口的物件来补充，拢唔免。唔係，安尼這是你靈魂的本體個，安尼聽有無？安尼叫做明心見性啊，明心見性。所以原來咱伫世間，咱這物件都無需要，唔是像人啦，看到衫就要買衫，看到衫要愛衫，看到衫要愛衫，迄攏足善食。今仔日咱都攏唔免去買，就是講咱真好嘢啦。我無虧欠啊，我無需要這物件。今日真感謝咱在座各位哦，阿彌陀佛。